立法院今仔日伫咧南平两栋人数优势之下，三读通过停止台公布人员年金的修正案，或者退休公告人员的所得替代率停止逐年减少，等到2023年。民进党团就伫咧烦恼讲，2018年推动的年金改革一声破功，会造成公告年金提早破产，全民来负担的局面。那专属部是回应讲，这退休基金会提早3年到4年就用了啊。行政院也讲会透过合法合宪的方式，确保这退休基金财务永续。大总统也发文来呼吁这在野党团透过合法的程序，搁再审议这份法案。条文修正通过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敲推宣布停减公告年金修正通过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之下，立法院会三读通过，确定公务人员所得替代率停止逐年减少，回溯到2023年。另外，公务员退休金因应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，而且当 CPI 总计成长率达到5%的时阵，应该依次调整，也是至少每4年检讨适当来调整。台湾民众党提出的修正案，不是要倒退路，我们没有回溯即往。是从今年开始，不要再砍下去了，因为已经砍过头了。遇到今天1.25兆的庞大的天价的军费，总统连来立法院报告勇气都没有。但是遇到了公教，民进党可有勇气啊？砍，踩。今明年进前警示，若反年改法案三读通过，为了维持原先卖破产的目标，政府需要扩大拨补。换算来，全体民众平均每人的负担29900块。民进党团是批评退休基金未因为停减提早破产，全民爱负担。整个反年改喊卡，造成3大不公：重退休轻现职，重公教轻劳工。而且年金破产要全民买单，蓝白的委员只为了讨好铁票的族群，就来慷全民之慨吗？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是发文指出，有消息讲停减年改法案可能在三读通过了后未一平，会启动大规模行政诉讼争取权益。行政机关擅自判定或是擅自怠惰职权不去行使。不去执行，那这个就有怠夫职守的问题。这个法案也是完全合宪合法的哦，它没有不执行的空间。那如果行政机关一定要这样做，那我们只有跟他对抗啊。环事部是发新闻稿讲，立法院通过提前停止调降、加推所得替代率的修法，会造成政府对退休基金的调拨拨补款减少，加推所得给付支出增加。有个公告退休基金提早3年到4年用完，对修法是感觉真遗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